山体眺望，不需要声势浩大，路在白天走，靠太阳夜里靠我，目光照亮出了麻木的孤独感，会让我输得惨。我还没碰到什么吉他，让我觉得真的难。就算逆着风，目光坚定，气势汹，我告诉自己，凭着感觉一直冲，就是在创造历史中翻高山走峭壁，我独自惊天动地，没个目的，没顾忌，才会让我更加用得手了，今日便能杀楚葵。立刻回博乡，翟星出事了。回博乡，世子，此时不生擒楚葵，更待何时啊？快走，保护陛下！快走！立刻分兵一班。克朗，你率兵务必抓到楚葵。若能生擒楚葵，说不定能解博乡之危。是，属下明白。抓住楚葵，别让他跑了！抓住他！抓住这狗贼！抓住他，别让他跑了！快，抓住他！抓住楚葵！抓住这个狗贼！杀他！将军，翟星呢？属下无能，郡主刚才险些遇难，现在已不知踪影。你把话说清楚。郡主应该是被博王救走的。是博王救走的翟星？听上去像一派胡言，对不对？但如果刚才不是博王出手，郡主必死于博君乱箭之下。博王救走马翟星，此事背后必有阴谋。那翟星现在下落呢？博王救走郡主，当时我们两军群龙无首，只能各自撤兵。王世子还要继续追击，但是我们马家军上下定要以郡主安危为重，所以直接出来找人来了。这不碰到将军您了。我与你们同去，一起找翟星。但是将军追击楚葵之事，边走边说，先找人要紧。他们往哪个方向走了？这。这位施主，您身上的伤势，恳请师父救他。哦，快快，放在榻上。
伤势很严重。看来是受了相当程度的重击。有劳师傅倾力相救，老衲也只能尽力而为了。但是，老衲担心，施主您这么重的剑伤，如果再不处理的话，就算是他醒了，你也无福看见。为了他，请施主还是……我知道。林将军，如果我早点发现楚葵计谋，翟鑫就不会失去家人。事已至此，仅能以搏相一战相还。我恳请你，让翟鑫安然度过此次劫难。我自讨以性命相还。晋王，我看咱们应该乘胜追击才是啊！不，必须以救皇女为重。眼下，皇女尚在博王手中，博王是敌是友尚且不明，我们不能冒险。倘若他们退至防线后，日后可就难攻了。将来有的是机会。本王不见到皇女的平安，绝不轻易出兵。巨瑶已带大队人马搜索皇女的下落了。是。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了，不出2日，他便会醒来。多谢师父，多谢。哎呦，施主，您这伤势，快进屋调治。
这汤药只能暂时减轻您的痛苦，无法完全根治啊。不必了，昨日事态紧急，没能向师父道谢。老衲见过博王殿下和郡主。看来你知道我们是谁，但她也不是郡主，她是前朝的皇女。可施主待她仿佛不似皇女，而依旧是那个待嫁于您的郡主。师父何以知道的？老衲云游四海，为苍生祈福，暂歇于此罢了。原来如此，多谢师父。哎，不用谢，只希望施主能够好好养伤，别让老衲的草药浪费了。何出此言？博王本是阳之猛将，却挂心尽之皇女，这已不寻常。再者，您骁勇善战，即便守护皇女，也不可能让自己身受重伤，危及性命。可现在，这一身的血肉狼藉，想必施主是别有用心，或者是将自身性命弃如敝屣呀。看来什么都瞒不过师父。旁观者清，如此而已。也是。但我宁可只要他清楚，马寨星获胜，杀了博王，就这样。其余的太清楚，只是徒增困扰。只有我死了，他才能无忧无虑。父皇依旧在位，看来四弟计划是失败了。老衲担忧，特意派人去京城打探，得到的消息便是，杨王已安然回到京城，但毫无殉王的消息。木姜之说依旧存在，想必是父皇为了安定人心，封锁了真相。无论如何，施主目前处境之艰难，不亚于殉王。杨军正铺天盖地寻找施主和郡主的下落。施主一心想了结性命，看来尘缘未了啊。师父，若要徒步至晋国境内，需要几日时间？约摸着应该5、6日，但若能绕过箕山，则只需2日。只是此山山路崎岖难行，危急四伏。但相对也不易有杨军埋伏，对吧？也许。怎么？莫非施主要过箕山？只要能把摘星平安送回晋国，不管多危险，本王都愿意承担。阿弥陀佛。师父，我还想再拜托您一件事。哦。
没有死。这就是你对待救命恩人的态度吗？你在说什么？博湘之战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为什么我们两个会在这里？我为了还你，离开了杨国，因为我发现楚葵一直在利用我，欺骗我。我恨自己被蒙蔽、欺骗，而更让我后悔、痛不欲生的，是我对你的歉意，还有伤害。所以，博湘之战，我选择不战不降。我选择以命还你。我就知道，当我看着你只身迎向剑雨，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你，想着对付你，实在是个好办法。不仅让你在战场上失利了，更让你现在胡言乱语。果然是骗不了你。没错，狼骨花的确是我的弱点，但至少还有一点意识，知道挟持你，让你这个败将成为一个有利用价值的人质。只要我把你带回去，我必能将功折罪。功业彪炳的博王，竟然沦落到要挟持我来赎罪。看来楚葵真的是输得很惨。但你怎么知道我会乖乖的如你所愿？我宁愿死，也不会让你称心如意。我能救了你，就能把你杀了，这就是我的能耐。等一下即刻启程。我不该让你对我抱有任何的牵挂，直到我回去以死换回有真的平安，你都应该继续视我为敌，心无动摇的前行。一定要尽快把你送到安全的地方。站起来！陛下，陛下，您这是梦魇呐！这是陛下的皇宫，有几千禁卫军在外头守着呢。陛下，您就安心吧。你们这给朕吃的什么药啊？啊！朕西神没有一天是安宁的。陛下，太医们说了，陛下得需要静养一段时间，才能够彻底康复啊！去！陛下。朕决议，夜煞之首，我王已经叛变，自然不能接任，即刻就由你接掌。瑶姬遵命。可是，在朕这儿还缺一个人要替朕来监国，料理朝政，处理战败以后的局面。姚姐。你已身为夜煞之首，朕很想听听，
你心里有何人选呢？禀陛下，二殿下虽不是万全人选，但当此局面，也唯有二殿下可用。那就放了他出来理政。张鑫，下面由你安排，朕要好好调养一下。老奴明白。殿下，我一定得逃，不能就这样束手就擒。走吧。再想往下跳的可能吗？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松开我！走。你这是在报复我吗？报复我以前对狼崽像驯服一条狗一样。怎么会是报复？这是我们之间最好的关系，也是最美的距离。是吗？你这条楚葵的狗，还真把自己当人了。别自欺欺人了，你的身上根本就没有人性这种东西。你要是再耍嘴皮子，我就让你知道我究竟有没有人性。岐山时有塌方，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坠入深谷。施主可要保护好自己和郡主。
你在干什么？没干什么。你为什么老是不听我的话？你放我下来！你放我下来！放我下来！你放我下来！你们会遇到一条湍急的溪流，非渡不可。老衲担心郡主的身体状况难以抵御，更担心溪水会造成郡主的伤口恶化。这样太危险了，我可以自己走。闭嘴！我说我可以自己走，你听见没有？你放我下来！我说这样很危险，你放我下来！这样危险涉溪，对我们两个来说都没有好处。快放我下来！你快帮我放下来！你听到我说的话没有？要怎么教，你才能学会听话这2个字？你放开我！好言好语你不听，是想本王硬来吗？你快放开我！你住手！你要干什么？你住手！放开我！你住手！你放开我！你擦肩而过，明明相爱，却放弃追索。往夜里躲，隐藏着懦弱。我们都像困住的野兽，没有自由。本来还想你自己脱，但你实在太难驯服，现在只好本王亲力亲为了。什么时候开始，你变得这么卑鄙无耻？你要是再有逃跑的念头，那就别怪本王在这荒山野岭要了你。虽然已是入冬，但积山有地热着手，且到了午时，烈日下，稍有不慎，火气攻心，危及生命啊！郡主的衣裳不能穿太厚。还不懂放弃有多痛，怪我爱上迷途的野兽，配上自由。我站在对望你的路口，亲手埋藏这份温柔。就算再疼再爱都别说，看着你却不能向前走，爱在记忆中退后。
山上的虫害严重，鲜少食物，即便硕果仅存，大都也已腐烂，就怕吃了伤身，施主还是要谨慎呐。吃了，我不想带着尸体回去。怎么了？跳！救命！跳！搜一搜，看有没有人。这边没有人，去那边。怎么了？想通了，不挣扎了？那些人是谁？禁军。对方分明是伯君，而你却选择闪避，还谎称是禁军，为什么要说谎骗人？你怎么知道是伯君？我禁军铠甲为山纹甲，而伯君则以锁子甲为主，两者行动起来声音截然不同。方才是锁子甲的声音。不错，是伯君，我昔日的下属。不过很可惜，他们今日是奉命来抓我的。如果我们被他们找到，一个带我去邀功，另一个送你去领赏，我能得到什么好处？奇怪，你这么聪明，应该知道逃跑跟求救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，怎么会一错再错？看来狼骨花引发的副作用更严重了。倘若我疼得失去神智，势必伤及翟星。天色将晚，我得赶紧将翟星安顿好，不能失手伤了他。走，今晚在这儿过夜。我去找东西吃。
你怎么了？你到底怎么了？你身上怎么这么烫？老仔。展星，你那么痛苦，都是因为我用了狼骨花吗？我记得以前是没有的，为什么？为了能够活着。我发现，我根本就不了解你。那就别了解，也别试图了解。
我可以自己走。哲哲，热了就跟我说，我找个地方让你换衣服。你住手！你要干什么？本来还想你自己脱，放开我！但实在太难驯服，现在只好本王亲力亲为了。什么时候开始，你变得这么卑鄙无耻？难道他是怕我热婚吗？这一路上，他给我吃的果子都是没有虫蛀的。这是清泉水，你用它来清洗的话，对你伤口有好处。我会以铃声告诉你我在附近，你无需害怕危险，但也告诉你，你逃不掉，知道吗？怎么了？我的衣服掉到水里去了。衣服在哪儿？在你的西南方向。再往前一点，左边一点。再往前一点，不准回头看。再往前一点，左边一点，快了，快了。说话了。
给你。我想念狼崽，你想他吗？我一直在这守候，未曾变过，像10000年前那一颗星球依旧在闪烁，你从没放弃我是生活。望穿星空，你的目光中坚定而温柔，想对我诉说。等我，为你坠落，燃起爱情的花火，战斗，最绚烂都不过沉默，无声坠落，落入爱情的怀中。这是干什么？看来我们两个心中有相同的疑惑。不要跟我玩游戏。所有的好都是你博王给的，游戏规则也是你博王定的，我完全摸不着头绪。在我最恨你的时候，发现你其实是为我好，发现即使你选择当博王，可本性还是狼崽。知不知道你这个样子很令人作呕，就像酒楼里的女人一样，装模作样的讨好男人，企图迷惑我，试探我是否对你旧情未了。不是装模作样，我很清楚狼崽的本性，也并没有诱惑你，只是希望你可以迷途知返。你太高估你自己，正如你所言，你根本就不了解我。我不了解的是你为什么要因为楚葵而伤害自己。你不是我，你不用懂。在你面前，我是狼崽，是一个连话都说不清楚的人。但本王这条命是被父皇捡回来的。为了地位和权势，连人性的善良都可以抛弃吗？你不该试图了解我，不该深究我在想什么，因为我已经成为你不认得的怪物。你应该远离我，恐惧我。别再试探我，那样你只会伤得更重。
照理说，看出戏是得给几个银两的。不过昨晚的戏码实在太糟了，人家对你关心备至，你却视如敝屣，眼里明明对他含情脉脉，却又不肯表露心迹，实在难看。赏你这朵狼骨花。毕竟这出戏没有功劳，也有苦劳。哎，别扔啊！这可是你精心为摘星准备的狼骨花。当我知道是你将摘星自生死关头救离，又让追日来告诉我你的行踪，回想过去的种种，发现许多有趣的疑问，便想来问问你。你一向小心。怎么可能让熟知你弱点的密探顺利逃至我方，又透露狼骨花对你致命？哼，唯一的可能，便是你故意放行的吧？密探的侥幸已不合理。再者，我们能够顺利的得到狼骨花，和你那天在博香城看到蝴蝶被放出之后难得的妥协，这种种在此刻看来都格外的令人生疑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结论：你根本就是想让马摘星顺理成章地杀你于博香，以命还他，一心想要杀你的心愿。堂堂博王的转变，令人困惑，难以尽信。我不明白，我相信一路上被你蒙在鼓里的马摘星，也很想知道。你不要让他知道。在我心中，始终想对摘星以死相还，但我不得不以博王这个身份，阻止楚葵作恶。当我知道当年皇兄之死，是因为父皇的阴谋之后，我便已下定决心，博香之战，便是我人生的终点。一是助四弟推翻楚葵暴政，二是用命换马摘星的心，不再受仇恨的禁锢，从此自由。当初马英一案也没那么简单吧？当初我和叶煞到夔州城监视马英，没想到楚葵背着我给叶煞直接下了刺杀命令。他为了达到日后牵制马家军的目的，才留摘星活口，而我被蒙在鼓里。等我得知真相时，为时已晚。你为什么昨晚不说？你让他继续以为你是一个罪无可恕的恶人。因为叶煞是我的手下，而我是欺骗他感情，让他沦落至痛苦深渊的人。你想让他恨你一辈子吗？这恨不会太久。我明日便回京。你要回去？战前的叛变之罪，你回去不是找死吗？所以，当他再听闻我的消息，我应该也因叛逃之罪
而死无葬身之地。他心里只会有罪有应得之快感，仇恨便可就此放下。他日若他知道马府一案你从未参与，博襄你为他放弃战斗，岐山你为他舍命相护，你根本就不是他所谓的无情无义之人。但你已死，他永远都不会快乐。所以，千万不要让他知道真相。我这一生带给摘星太多不快乐，我既然必死无疑，就让真相石沉大海，别让他再受痛苦纠缠。我不想帮你这个忙，太违背我做人的原则了。我只知道这世上唯二把他幸福快乐放在心中第一位的人，除了我，就是你。博襄之战，摘星被我救走，晋人定会非议我们的关系，你务必要保护好他，不被世人误会。季冲，我对他的所有希望，只能托付给你。不会痛，不能痛，我要做最坚强。你可以逃啊！机智必死，为何一定要回去？该死的人是我，不是无辜的司令。我一定要回去救他。我怎么觉得，若我俩爱上的不是同一个女人，不是天生的敌人的话，我会交你这个朋友。朋友？这辈子没机会了。我这一生注定没有朋友。